16咧贏咗第一局，但係第二局啊俾尼爾遜咧以21-11贏翻一局嘅，咁有呢局就決勝負啦。第3局呢一局俾咗呢個杜格拉斯嘅，無傳松咧就係0-2輸咗俾皮爾斯。而家呢一場波咧就係第4場嘅賽事嚟嘅，第4場第3局嘅比賽。咁今晚嘅發揮咧嘅歐亞杯單打冠軍嚟嘅，個選手更加有親切感啊！呢個轉發球啦，咁啊又係皮爾遜。好緊要嘅喺一場喺呢一分波裏邊係下一個波點樣打咧，就主要就係從呢個發球同埋接發球開始啦。睇下點接發球，猜翻一把短嘅，然後正手打斜線，好球。先2分嘅。猜翻個短嗰頭啊接，再猜一個正手，好。快一個拉起，好。猜翻個。仲係滕毅發球嘅，表現係8對4嘅啦。走過去反手跳翻嚟，側身唔夠位啊！呢個球喺中間嚟。8對5，領先3分。兩個球都擋得好，呢個側身唔夠位。好犀嘅呢個球，猜翻一板先。皮爾遜發球。網球。接發球搶拉，6對10。拉上船，拉翻斜線，邊直線，打唔到。打得好小心。皮爾遜發球。兩板高球，左邊打右邊邊線，再打右邊，好球，好斜。不過小老虎啊，就係俾放高球都殺唔到，殺到手軟啊！冇力啊，佢力量細咯。情啊打。滕毅發球。搶拉直線，好再邊。17對6啦，贏多4分就可以贏呢局賽事。副手都冇乜計噶嘛，對住滕毅。揸緊啲，唔好放鬆。咁滕毅攞咗2分就掂噶啦，我贏咗呢場嘅賽事。好嘢。猜翻短嘅先。9對20個咯，贏多分得噶啦。贏多分得啦，猜翻佢側身，10-25發球。大比數先，唔緊要啦。可能到呢個環境好有信心啦嚇，只有超離10分，打得好放心。放高球，2個、3個，有側旋㗎呢個，4個，4板，跳出籃板，5個好球，上翻頂翻一板，哎呀打失啦！相當精彩，仲有少少表演啊，2個選大家嘅表演。21-10，呢板波。